福主要靠妈妈，禄主要靠爸爸，寿主要靠老人，喜主要靠孩子。这4句话非常公正。对，直接把4个抽象的祝福对应到了家庭里的4个具体角色。不过等一下，看到这几句话，我其实一开始眉头有点皱起来，觉得有点刻板印象吗？说实话，蛮刻板的啊。在2026年的现在，这听起来真的太传统了。现代很多家庭是双薪，或者爸爸才是提供主要情绪价值的那一个人，更不用说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家庭形态了。你点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。如果我们只从字面上的性别或者是传统的家庭编制去理解，那就太狭隘了啦。所以不该照字面看喽。绝对不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角色原型的角度去拆解它。这里首先要看懂的是福、禄、寿、喜这4个字。传统文化里最常见的4个字。没错，这几乎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最核心、最原始的4种终极期望。这篇